定着会听哦，有一种糖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他们是要牛。啊对哦，啊对哦对哦，哎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无，唔是，这吼自我反应有较紧无唔对哦，但是我头壳无一定比你较巧啊，我若万不离又唔对，我万不离若又唔对，你嘛是有机会嘛。不要紧，你先学哥哥摇者，无定着伊会摇唔这对。这就是一个舞台剧演员的自然反应啊。哎，自然反应啦，你知无咧？我咧想啦吼，来，哎，应该是芳啦，敢毋是？胖是啊！讲有针无线电就会听，啊，就芳啊，嗡嗡嗡芳啊。哦，你想的嘛是这吗？你想的无共吼？你就是啊！帮他写章。哎，有讲袂章嘛？你讲会听袂章了？哦，安尼我也唔对。我嘛唔知我对唔对哦，我嘛唔知伊对唔对哦，老师甲知影哦。我是用咱来问老师一下哦，老师是不是胖？对，健康。